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咱们先看几个专家对楼市的一些观点啊。今天这个每日经济新闻呢，刊登一篇报道，它的标题叫专家称买房不要总想着埋在谷底，就是专家告诉大家啊，买房不要老想着买在谷底，就像那个买股票一样，咱们都想抄在最低点，对吧？卖在最高点。专家说啊，你不要这么想。他说2月25日晚，美金房产、腾讯房产联合推出楼市洞察系列直播第6期。他说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说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做客直播间。这个张波说啊，他说有买房计划的人呢，他说在转市过程中应该积极做出决策，不要等。他说有时候啊，等到了某个爆发点，反而失去了选择权。按原先下行通道中的逻辑啊，他说业主挂牌会选择主动调价，但现在阶段房东已经不愿意再降价。他根据上海中原地产的观察，去年4季度开始，不少成交房源已经不是小区里最便宜的了。他说底部价格在往上走，原先溢价空间能达到10%，现在大约3%，是吧？当下买房人不要总想着买在谷底，这种转瞬即逝的节点实际上非常难把握。对于卖房置换的群体，不必过于纠结卖价低还是高，先卖再买的置换周期不宜拉得过长，甚至收到部分房款之后，就可以考虑对中意的房子进行锁定。这个张波提醒啊，他说啊，土拍的热度通常会传导到销售市场，但并不意味着土拍热这个板块未来就一定好。当看到土拍升温、地块高溢价，不要一味的被信号和情绪影响判断，还得对实际情况分析后做出决策。这个张波强调啊，说当下买房最重要的考量指标是稀缺以及稀缺理由的长期存在，一般这个周期是3到5年啊。这就是专家的一些主要论点啊，他这个特别长，咱们就不说了。这个专家主要说啊，买房不要总想着买在谷底。对这个观点啊，我是非常认可的。那实际上就像那个炒股票一样的，我们每个人呢，愿望都是抄在最低点，然后一买进去之后就不能再跌了啊，一定要涨。因为你这买了之后，你的立场就发生改变，你已经上车了，对吧？但你手上拿着现金，你是空仓，你没买房，你没买股票啊，你觉得它跌你能接受，对吧？你希望它跌，但是一旦你出手买的时候，对吧？你买了股票或者买了房子，你就不能接受它跌了，你只能接受它涨，对吧？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啊，对吧？是人都会这么想，没毛病啊。但问题是啊，这是个美好的愿望，你实际上做不到，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就要抛弃这种念头，就是说你一买它就涨，也不能跌，也买在谷底不就这意思吗？买在最低点不就是你不能再跌了吗？你要涨，对吧？这个想法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我们作为韭菜啊，作为牛马，你恐怕一辈子就买那么1套房，顶多2套，撑死了3套，就是那个置换，对吧？我把这一套卖掉，我再买一套大一点的，就这种置换呢。你一辈子买卖房子恐怕也就那么几次，是一个非常这个叫低频交易啊，它不是一个高频交易。如果你说你可能要买100套房子，对吧？你像李嘉诚那样的，你像很多富豪那样的，那都无所谓，因为你越跌越买，对吧？你最后一定会买到最低点，越到底部，就像买股票呢，越到底部他越加仓，买的越多，人家有的是钱呢。这样的话，他那个价格就平均价格就低，我们就买1套，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买到最低点。所以经常有网友问呢说明年能不能买房今年能不能买房？什么时候是最低点？你这个只能问那些算命先生啊。这个专家说的买房不要总想着买在谷底，这个说法我是支持的啊。但是有人就说了，那我一买房，我不买谷底，我买了它就跌，谁受得了啊？这个也有道理啊。所以我们不希望买了就跌。为什么买了就跌你害怕呢？还是怕暴雷嘛？就是你抗风险能力弱。胡鑫老师买了就跌，他不在乎，对吧？他在河北大厂买的房子都已经膝盖涨了，跌了2/3，也没看见他哭死哭活的，对吧？也不影响他天天舔鹅跌，这就是抗风险能力。也就是说，决定你买不买房，不是说那个房价是不是跌到最低了，而是你能不能扛得住现在这个价位。就是你这个现在这个价位如果跌，
我能扛得住涨。所以你判断啊，你买不买房是你能不能扛住现在这个风险。如果现在的房价还要往下跌20%，你能不能扛得住？你说你扛不住，那就不要买；你说我扛得住，那你就买，对吧？你现在急着要房子，对吧？你要结婚，你要生孩子，你要孩子要上学，所以我觉得啊，买房现在不是看说房价是不是绝对的最低点，而是看你能不能扛得住这风险。这本质上也叫底线思维啊，对吧？你别管现在房价是不是最低点，现在的这个价格往下跌20%，你能不能受得住？30%能不能受得住？极限50%，你能不能受得住？哎，你说都没问题，那你就买。你说跌20%我就受不了了，爆雷了，那你就还得小心，对吧？现在这个位置啊，往下跌20%完全有可能啊，凭什么没有可能呢？对吧？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楼市啊，房地产它是个结构性的矛盾，对吧？什么叫结构性呢？就是一线城市什么核心地段的那个房价还在涨，但是很多3线、4线城市的房价不仅不涨，还要跌。同样一线城市非核心地段，对吧？那房价涨跌都有可能，甚至在跌，对吧？这个上海的外环外它不在跌吗？北京的五环外不一直在跌啊？所以你看看，它这个结构性矛盾，你不能一概而语，对吧？你到底在哪儿买房，谁知道啊？所以我们韭菜啊，牛马把观念要改一改。如果你真的说我要结婚，丈母娘逼着你买房，对吧？或者是孩子要上学没办法，那你就考虑你的抗风险能力，你底线思维，这房价除以2，我能不能扛得住？不代表这房价真的要除以2啊，这房价除以几，跌10%还是跌50%，谁也不知道啊。说不定你一买，你运气好，你一买它就涨，这也有可能。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啊，说专家称买房不要总想着买在谷底，如果你总想着买在谷底，你一定会失望，会患得患失啊。你买了房子之后，房价阴跌，你说你阴跌3年，阴跌5年，那你这5年就活在那个阴影之中啊，活在那个自责之中，你就背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所以不如趁早打消这种这叫妄念，这就跟咱们买股票不一样嘛。你说你天天炒股票，你哪一次说真的炒到最低点了，卖在最高点，对吧？每次一买进就后悔，一卖也后悔。第二个啊，我们看一看这个经济学家马关远呢，他今天又发了个视频，他很兴奋的告诉大家说，房地产市场出现了3大积极信号。这就好比那胡一静老师啊，在得知啊美帝跟他俄爹打了电话之后啊，很兴奋的宣布俄罗斯熬出来了，对吧？这10几天呢，胡一静老师都是洋溢在这种兴奋之中啊，沉浸在这个胜利的喜悦之中，断定啊这个乌克兰已经失败了，彻底败了。这个我想起了啊，这个2023年年底，这个美帝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人在国会啊不是掐架吗？援助乌克兰的这个和以色列那个法案呢，不是一共600多亿吗？不一直通不过吗？扯了4个月还是5个月。加特老师兴奋的说啊，美国人抛弃乌克兰了，你又不给乌克兰援助了。结果到了2024年3月份，人家就通过了，无情的打了这个加特老师的脸。但如果他有的话啊，我一直说啊，通过我的观察啊，一到冬天啊，这个美西方感觉他就找点事，因为这冬天双方在战线上这个变化都不大，太冷都不利于双方进攻。所以说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所以他们找点事吵一吵。一旦这个天气一转暖啊，马上3月份4月份到底援助不援助，那就尘埃落定，开不了玩笑了，对吧？现在你不援助，反正大家也能扛，对吧？吵吵架吐吐口水，你看看2022年底2023年底都是这么过来的。现在不是2024年底2025年初吗？正好是冬季，吵不了1个月了，对吧？就得见真章啊。咱们还说这个马关远老师啊，他又说啊，房地产出现了3大积极信号。大家看视频。最近的房地产市场怎么来看？房价有没有反弹？整个市场有没有稳住？包括整体市场的风险有没有完全释放完毕？其实从2025年 K 年以后，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啊。你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线，包括这个热点的2线城市，我们看到整体的市场的热度仍然在持续。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大家担心这个政策的热度结束以后，这个市场的热度不会持续。那么我们看到1、2线的市场的热度仍然在持续，而且房价应该说反弹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特别是1线城市。那么1线城市我们看到有一些价格开始出现了反弹啊，那么过去那些降价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溢价的空间也越来越小。这个从每个城市本身啊，每周的统计数据大家可以去看，还从国家统计局然后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去看，1线2线的城市房价出现了回暖的明显的迹象啊。第二个大家可以去看土拍市场，K 年以来土拍市场，特别是一些重点城市，比如说北京、杭州、上海等等这些城市的土拍市场出现了近几年来少见的开门红啊。当然土拍市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什么？代表了
政府对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态度，因为拿什么样的地来出来配，其实是政府说了算。那北京的、上海的、杭州的最近土拍市场很热，溢价率特别高。从这3个城市重点城市本身的溢价率来看的话，很多地块的溢价率超过了 40%， 也是近几年以来少见的溢价率。过去几年大家讨论的都是土拍是流拍，这个地拍不出来，现在好的地块大家仍然在抢，说明什么？说明好的地、好的地段仍然是值钱的，好的资产，一个城市的核心资产仍然是值钱的。那么第3个，我们关注到什么？我们关注到整个由于这个开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很多方面出现了明显好转的迹象，特别在科技创新领域，大家似乎看到了中国突破的希望，所以对中国经济乐观的情绪逐渐的多了起来。那么这种乐观情绪也让大家对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整体评估没有那么悲观。所以我最近有个观点，我就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基本其实已经释放出来了，已经释放完意味着什么？我们把这些风险只要按照我们确定的房地产政策去解决就可以。所以从目前整个来讲，我们看到这整个市场，一个是1、2线城市的热度在持续，房价出现了明显反弹的迹象，土拍市场很火热，整体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基本已经释放完毕。而且过去我们提到房地产如果从调整来看，我们说从数据来讲基本已经调整过度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整体房地产市场已经见底了。我们一直强调1、2线城市跟3、4线、3、4线下的城市是完全不同的。你比如说房价，我们说房价反弹，那么以70个大中城市为例的话，房价环比上的城市新房1月份也就是24个，大量的城市仍然在下降，二手房环比上的城市不到10个，大量的仍然在下降。这说明什么？从整体来讲，房地产市场仍然处在调整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的实现止跌回稳，但是迹象比较明显。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讲影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主要是1、2线只要1、2线稳住了，3、4线慢慢的对整体市场来讲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就这个来讲，中国经济其实在2025年出现好转的迹象，也对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回稳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所以现在我们讲是真正的进一步落实房地产政策，尽快的推动整个市场回稳。所以中国经济跟房地产市场之间过去3年来互相的这种负面影响互相的这种恶性循环，这个周期我认为基本画上句号。现在最关键的仍然是针对房地产市场目前的最重要问题，比如说开发商资金的问题保交房的问题等等，去解决这些主要的风险，推动房地产市场真正的良性循环。如果说按照目前的势头，到今年年底房地产市场整体实现止跌回稳，我认为还是有希望的。马冠元老师说这个3大积极信号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商榷。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他说1线城市对吧，什么2线城市，什么新房、二手房是环比上涨等等。首先这个数字我们假设它是真的吧，因为这个本身就要打个问号，对吧？统计局的数字我们相信它，但是这个房价是真的涨了吗？未必表面上看1平米以前是1万，现在是10800涨了，但是你要看看你的得房率，对吧？你以前买个房子它是按那个对吧，你买的房子是100平米，套内面积只有70平或者75平，你现在买个房子是房本上写的是100平，实际上你得到的房子是120，叫得房率。为什么呢？因为它送了你一个大阳台或者大露台，然后呢你自己把它一封，变成个书房或者变成个阳光房。总之这开发商就是玩各种这个手段呢，所以你表面上看是10800，好像涨了一点点，但实际上你算下来你房价是降了。这个我想大家你去各个售楼处问一问，都是这么卖每个项目都这么设计这都是为了应对那种房价不能降，但是韭菜又希望你房价降，但是明面上房价你又不能降，所以开发商被逼这么设计，就搞这样的产品来卖。大家各取所需，对吧？你政府一看这房价没降，很好；老业主一看房价没降，很好，不来找你闹事。买房的人一看还行，我得到实惠了，不就这意思吗？有多少这样的产品？所以你不能看它好像涨那么一点点，你就说房价涨了。第二个你像比如说上海的房价为什么涨？那就是那个日光盘呢。我记得是一个徐汇区还是哪个区去年1年就卖好几千亿，2700亿吧。他那个5000万一套的房子，4000万一套的房子，一天就卖完，对吧？20万一平米，10
18万一平米，你这玩意就像马云对吧？去年又挣了20%，收入又多了20%，或者跟我们一平均，我的收入也涨了。你说这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道理啊？你拿这个来说，跟我们韭菜有啥关系啊？上海外环外的房子涨了吗？对吧？北京5环外的房子涨了吗？都在跌啊。再说了，你核心地段的房子涨了，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对吧？那些地方都是稀缺资源，就那么一小块，这是房价的问题。第二个，它是土拍市场，溢价，这个确实是啊，这个不能，马冠老师不是说他以偏概全，撒谎，不是这意思，他确实是北京、上海、杭州有很多地块就是溢价40%往出卖，就是说明什么？就是开发商去抢。你比如说啊，这还不是央企、国企，有民企抢，也有外资去抢。你看啊，这个华夏时报报道啊，说2月20号，以10余年未在上海拿地的新加坡庆隆集团联手金茂，以89.64亿元拿下上海市虹口区一宗地块，楼面价高达11.75万每平米。同日，同样来自新加坡的新狮地产联合厦门国贸地产、金地集团共同拿下上海松江一地块，溢价率高达14%。你看啊，这都是外资啊跑到上海去抢这个地块，还有杭州也是啊。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实际上这个就说明了中国两极分化在加剧，富人变得越来越有钱，他们抢的都不是普通的地块啊。你看他们抢的这个楼面价都至少12万一平米，他这房子盖完不得18万呢？18万是韭菜买的房吗？杭州那个溢价率高的房子，你看看是什么地块？它是给普通人盖的吗？那么这种热门地块，对吧？这种核心地块遭到疯抢，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就是被上海去年还前年这个日光盘所鼓励、所刺激，对吧？你只要这房子贵，你这房子好，地段稀缺，你不愁卖，那开发商他是赚钱的，他也不是做慈善，所以开发商一看这有利可图，他可不去抢吗？对吧？只要这地你抢到手，照样到时候开发出来20万一平米，有人买，而且还不愁卖，一天就能卖完。那你说开发商来抢这样的地块，那不是顺理成章的吗？这个和我们韭菜有什么关系啊？哪个韭菜能买这个地面价就楼面价就12万一平米的房子？这房子合着到时候20万一平米，跟韭菜没有半毛钱关系。你拿这个数据啊，叫以偏概全，用部分真相来替代全部真相，这个我觉得有失偏颇啊，对吧？作为经济学家，你不能这么分析问题啊，对吧？就跟股市一样的，咱们的股市啊，一直在3000年上下晃荡，但是确实有那么一些股票涨了10倍、20倍的，或者你拿这10个股票啊，这个几只涨了10倍的股票，你说咱们是牛市啊？能这么说吗？我这么一举例子，大家听懂了，对吧？咱们有5000只股票啊，咱们一直在3000年震荡，但有的股票真的涨了10倍啊，这几年一直在走牛市。你把这个跳出来说啊，我们证明我们胡适就是在走牛市，能行吗？所以我觉得啊，这个你说土地对吧，溢价率高，这个只能说明咱们贫富分化加剧，有钱人还是非常有钱，有钱人根本就不在乎你是房子贵，只要你房子好稀缺。第三个，他说了这个科技创新 DeepSeek 对吧，这个推动了这个经济啊，给人以信心，大概这意思吧。这个咱就不多说了啊，对吧？我的昨天一个热点节目就说了这个杭州六小龙，结果连留言都留不了，对吧？都不能评价，那就足以说明问题啊！不让你评价，就说明你说对了，不就这意思吗？或者经不起你评价。这个科技创新到底多少能够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成果，对吧？到底能多大程度的惠及牛马和韭菜？到底能提供多少就业机会？我们只能说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这个经济学家啊，他老是评论这个房地产，我总觉得啊，要么就是教条主义，要么就是刻舟求剑，要么就是以偏概全。唯独啊，他不从这个韭菜本身出发，也就是说，你得看一看韭菜的收入是什么个状况。如果韭菜的收入真的稳住了，你那个房价自然就稳住了。如果韭菜的收入在增长，那个房价恐怕就要止跌，就要回升。那这个道理大家都能懂嘛，对吧？你赚钱了，你对未来看好，你肯定得去买房，改善生活啊，这房子自然就稳住了。你这个对吧？这工作这朝不保夕的，还要降薪，一裁掉就找不到工作，谁敢买房啊？买了房呢也不敢叫这个改善，对吧？像我这房子小了，换一个大一点的，住的宽敞一点。所以说啊，对吧？你分析房价还得从韭菜的收入来看，这个时候说一切其他指标都没有用，是吧？然后你再看一看这个各地政府还有没有继续出台这个救楼市的措施。如果他不出了，那说明这个房价也是稳住了。如果他继续的出台这个各种措施啊、优惠啊，那就恰恰说明这个楼市还是岌岌可危。你看啊，这个时代周
周报报道，天津公积金贷款2套首付降至2成，也就是你买第2套房，你用公积金贷款，首付也是2成了。这就说明天津的房价啊，应该是还没稳住吧？你稳住了，你为什么这么干呢？完了后面啊，他又跟一句说，天津房价已经连涨3个月，这就属于自相矛盾。连涨3个月，完了你还出来这个救市措施，实际上这个媒体啊都是在制造焦虑，很有可能你现在你要听了媒体宣传，这专家胡吹，你盲目入市啊，很有可能就会后悔，到年底啊恐怕肠子都悔青了。第3个新闻啊，就是最近啊网上说的比较多的，就是有很多媒体报道说很多地方啊空置房物业费打折，近期部分城市推出了空置房物业费打折优惠政策，对于连续空置超过6个月的住房，可以申请享受不同程度的物业费折扣。这个还不是一个城市啊，很多城市都有类似的举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地方政府啊，为了促进这个房地产的销售。你想，你买了房子不住，那肯定不是刚需吧？那很多都是炒房的，空置嘛，你还不出租，那不就是炒房的吗？也租不出去。完了啊，政府说，这种房子啊，物业费减半。这个新闻说明什么呢？我倒不是说物业费啊减半不减半合理不合理，这个咱不是说这个，咱反过来说就是房地产税。你想想，地方政府出台这个物业费减半，就是促进这个叫楼市去库存，也把它卖掉。反过来说，也就是为了卖房子，对吧？物业费给减半。那你说这个时候很多人担心出这个房地产税，有可能吗？连物业费都给你减半，他还收房地产税？换种说法，如果现在就是推房地产税，阻力在哪里啊？大家知道这个阻力在哪里吗？有的时候阻力不在韭菜，现在楼市的库存啊，据说啊有30万亿，但是这个数字恐怕也有变化啊。你要推房地产税，那这30万亿的房子啊，你就别想卖，就砸在那儿，不就这意思吗？所以那很多鼓吹啊，或者很多担心马上就要出台房地产税的人呢，你好好想一想，还有30万亿的货摆在那儿，你还卖不卖？不卖，那30万亿就砸在那儿，那怎么办？那都是银行的贷款呢，那都是供应商的钱呢，那里面有好多农民工的工资啊，那里面还有很多政府的各种税在里面，全砸手上，你就知道阻力来自哪里，对吧？你看，要不然地方政府能这么好心啊？你买了房子控制半年，给你物业费减半。所以说现在啊，越忽悠你去买房，越忽悠你说房价涨了，越忽悠说一天到晚的这日光盘，你就越小心，对吧？现在应该是高盛吧，还是哪个小作文说3月份啊，3月初就会出台新政，什么深圳啊全面放开限购啊，北京上海再进一步放开。我一直说啊，就只要你传这种小道消息、小作文，那恰恰说明这个楼市啊还没有见底。这个证券时报说啊，他说楼市止跌回稳，现阶段性成果，专家建议稳楼市政策继续做加法。他说一头连着经济，房地产是每年两会关注的焦点。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专家认为，去年4季度以来，房地产多项指标显示出市场出现止跌回稳的势头。总体来看，当前市场需求端呈现阶段性结构性回暖，要进一步巩固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实现今年止跌回稳的目标。首先要继续优化和切实落实已出台的政策措施，同时要及早储备并推出增量政策。地方政府要与中央政府形成合力，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这是证券时报报道，什么意思啊？就专家把话都说明白了，现在啊是出现了止跌回稳的这个苗头，也就是接下来有2种可能，要么就吧唧往下一掉，要么就稳住了。那专家的意思呢，你要再出一些增量的啊这个政策，优化落实啊已经出来这些政策，那么这个止跌回稳的这个势头啊，它就稳住了，巩固住了。如果你要不出这些政策，它还要呱唧一下掉下来，这不就这意思吗？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专家怎么能说现在就稳住了呢？你顶多说是叫疑似稳住了，稳的也不牢靠，对吧？随时有可能掉头向下。那作为普通韭菜，作为一辈子大概就买那么1-2套房的，所以你还得小心啊。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